呢個咧係我自己整嘅台啦，超級 LEGO 上。佢咧又可以換模式，佢咧呢個就係鐮刀模式，佢會超級偏重嘅，所以持久力會冇咁好，但係攻擊力咧，如果用呢個刀刃打嘅話會好犀利。佢仲可以將呢個掹出嚟，攞呢個入去，再擺入去換個模式，攻擊模式。自己砌嘅。自己砌嘅。可以買翻呢個，仲可以呢兩個一齊掹出嚟，就會變咗平衡模式。平衡模式會係點㗎？佢雖然細嘅，但係咧佢係咧，佢持久力都係好唔錯嘅。但係咧就要切換埋呢個。哇！跟住咧，咁樣咧就係攻擊模式，可以超快速攻擊對手，可以一嘢打嗰陣時候彈人哋打到好耐。OK。我介紹完啦。好。咁點樣用嗰個發射器啊？個發射咧，首先預備呢度，跟住咧呢兩個位對住呢兩個位，即擺佢入去，跟住就。哇！真係喐得㗎，好犀利喎！但係佢雖然有啲慢咯。唔緊要啊，呢個係你砌㗎嘛，我覺得好犀利喎已經。好。